对于东南亚来气候这几年严重扰乱日月潭的生态，最近因伫咧高雄的莲池潭也有民众钓到一尾80公分长的鱼虎，这款外来种严重损害到本土鱼仔。观光局也讲，未来加强巡逻管理，避免造成生态危机。一群人徛伫莲池潭边啊，有人举鱼钓啊，有人摕网啊，要甲即尾鱼钓起来。所发现即尾是外来种的鱼虎，经过称量，鱼虎有83公分遐长，6公斤重。钓客林先生表示讲，鱼虎上大会当生到150公分，迄阵是甲鱼仔相拼10几分钟，因为大家斗3工才顺利钓起来。其他钓客讲，莲池潭有真侪外来鱼种。含伊伫遐咧拉扯这个过程，然后持续10几分钟，啊，尾手伊就渐啊，鱼啊就渐无力啊嘛吼，啊，我都慢慢甲收转来。外来种的足济啊，足济7、80公分，迄足大只的啊。林先生伫顶个月底伫莲池潭参加社团钓鱼仔比赛，钓到遮大尾鱼虎是引起讨论。专家表示讲，因为鱼虎是食肉鱼仔，加上食高生炭，会食原生种的鱼仔甲虾仔，对本土生态危害足大。2017年莲池潭就捌出现鱼虎，即摆又搁出现，会烦恼讲敢会造成生态危机。聚集社会，啊，这个鱼虎伊嘛去甲会搁去保护。所以别种鱼仔要甲伊竞争都困难，咱台湾的鱼仔来讲，属于掠食性的鱼种。每年7月，它会进入到繁殖的高峰期，对台湾本土水域生物冲击是非常严重的。农业局表示讲，经过鉴定，即尾确实是鱼虎，因为伊对台湾本土生物的冲击是愈来愈严重。未来观光局也会加强巡检，希望莫影响到环境的生态。记者张一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